OK， 跟住陳天心議員係。多謝主席。咁就唔知係咪即係九西嗰個文娛康樂項目啦，想發展多啲就喺嗰度選址啦。咁第一樣嘢咧就之前都講過嘅，就希望咧能夠有中途站咁喺新界地方咁荃灣就更加好啦。因為第一咧就可以係令到唔使啲車啊、啲人啊逼晒去九西嗰度，咁亦都即係慳翻啲人同埋係交通嘅成本啦咁樣樣。咁而我睇到文件裏面所講3點所講咧，就係即係如果咁樣嘅時候咧，就可能影響個200公里嗰個係提速個能力啦。咁但係如果我自己睇翻咧，就其實有少少誤導嘅，因為咧就係成個工程全程咧就有成140公里，咁荃灣段都係26嘅公里咁短。咁我相信就算係即係喺香港段裏面咧，就係即係有個中途站咧，亦都係只不過係好少嘅影響，唔係話全段都影響到係整個提速咧，就係減低啦。咁呢度我希望能夠係即係有各方面解釋啦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就翻嗰3個嗰個係臨時支援工地嗰度咧，咁我都有啲意見嘅。第一咧就係蔡志文議員講得好啱啦。如果象山村咁近民居嘅地方，你喺度做個站，其實都居民都有影響。咁而家個巴士總站我又要搬，亦都即係可能交通方面居民亦都係唔係咁方便或者唔係咁安全。咁另外嗰2個站咧就分別喺昌榮路嗰度同埋咧就係國瑞路附近嗰度咧，我覺得都係要注意到咧，就係第一嗰度有好多啲係村屋，即係3層嘅一啲村屋或者丁屋嘅。咁我希望做工程嘅時候唔好影響到佢哋個結構，因為好多時試過做工程嘅時候咧，就係附近嘅村民都揾翻我哋咧，就影響佢哋嗰個係樓宇嘅結構，因為佢哋可能個地基打得唔係咁深啊咁樣樣。咁同時咧就係昌榮路咧，就其實之前10幾年前咧就經常大塞車嘅個位置。咁如果第日嗰度做咗工地，亦都有啲運泥車喺度經過。咁頭先咧就係阿李生講到咧，就係希望唔好影響到嗰度交通啦，但係我相信如果有運泥車喺度經過，一定會影響到個交通，只不過咧就影響個程度係幾多。咁我都睇唔到資料咧，就究竟即係到時有幾多部運泥車會經過啦，咩時間會喺度行啦，咁呢啲資料我哋都係冇嘅。咁我希望有關方面即係喺嗰個建造工地嘅期間或者係運作期間咧，都係即係俾多啲數據我哋，同埋咧就將嗰個係對居民嗰個資料咧就減到最低，咁但係我哋因為冇資料就唔能夠去評估啦。咁希望有關方面遲啲都補充多啲資料俾我哋。多謝主席。